溜滑梯不会太快，很安全，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游戏器材是我们成功里的里民，相对我们包含东区周遭住民一直以来的期待啦。那因为这附近很多小朋友都找不到溜滑梯，我经常被里民还有周遭住户在询问这边哪里有溜滑梯，我们能够完成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周遭的小朋友们多一个去处，休闲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游憩。就我们选择在我们都会公园，其实就在奇美博物馆旁边，那我们来设置一座符合这个整个奇美博物馆这种都会公园里面既带有绿意，然后带有一些我们说的艺术跟音乐的元素的一个特色公园。特色公园最重要的还是其实要符合这个使用者的需求啦，所以其实现在特色公园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就很重要为了这个特色公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大概3次的工作坊去厘清需求。那我们经由这样子的工作坊之后，然后我们才确认了这个整个特色公园的整个设计的方向，一个能够让孩子这个自然的生长，当然也要符合安全啦，那也符合一定程度的共融的精神。那我们希望这个特色公园能够为整个台南都会公园，除了在这个奇美博物馆这个元素之外，再有一个新的符合亲子的然后让孩子在那边开怀且安全的游戏着。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都会公园已经落成蛮久了已经至少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在县市合并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尤其它距离奇美博物馆相当近，就在隔壁。所以如果奇美博物馆美轮美奂，我们的都会公园相形逊色那也不很好。所以呢，我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环境优化，一方面能够跟奇美博物馆相得益彰，另外一方面也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这个休闲的环境，尤其对于儿童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的游具。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把这个场地，包括植草会做得更好包括那个绿化会做得更好，希望能够让提供市民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游憩休闲。另外是今日环球化3月19日中加台南电新闻，由内政部所制定的国土计划法，预计明年5月上路。不过，真济内容连立委甲地方民代拢无啥了解，嘛传出未少怨言。因为国土规划牵涉民众的私人土地，影响财产权，所以立委陈天辉特别召开座谈。一方面希望中央暂缓执行，嘛希望政府爱甲民众多多沟通。立法委员陈天辉甲这位台南市议员最近因为接到未少民众的陈情，认为明年要上路的国土计划法，针对民众土地限制哪来哪严格，包括原先供农业使用的农地，被划定特种农业区。宗教寺庙顶伫个无取得建造，一律当作违章来拆除。民意代表认为，恐惊会引发民众的不满。过去这块农地是一般的这个农牧用地，但是呢，伊即马咱国土计划实施了，伊即个是变做农医。农业的地伊是无可能再再去开辟，它永远要做农使用。中官甲咱公馆的局处长来讲，这个中央定的啦，设定的啦，这都拢咧市区嘛是要做特定农业区啦。王八蛋，像什么话？特定农业区是不可以养鱼的呢，知影无？但是恁拢会当无少的见效，既然敢回答讲，迄就是规片拢是市遐嘛是合做特定农业区。那山坡地保育区以前他们还可以种竹笋种什么之类的农作物，可是它现在规划为山坡地保育区之后，以后就是没有办法再开发，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通过以后，
如果实施了以后，有没有和宪法相违背，这个是重点。你已经剥夺了人民很多的权益，未来释宪的案子一定会很多。第二，整个的配套措施都还没有完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叫做恶法。什么叫恶法呢？叫做不符合实际，一直要搞下去的，就是恶法。政策上路了，要安怎办？表示我们非都的部分都被限制住，而且是超级限制哈。等于农1、农2、农3完全动不了。现在大家的感觉都这样，可是我们问了这个国土署，好像又不是如此，所以表示我们的资讯是有落差的。那这个资讯落差，如果我们这么草率上路，一定会发生大问题。针对民众的တင်情，甲地方的民意代表的追问，立委陈廷辉上午嘛邀请中央国土管理署、甲地方都市发展局的官员来沟通。对此，市府都发局长徐宗强表示，国土计划法伫个实施后，绝对袂影响到城乡的发展。另外，伫个非都市计划区，原建筑的用地嘛将全部来保留，因为施行的细节还搁在讨论，所以会造成民众的顾虑。国土计划在4大功能分区之后，城乡发展区原则上大部分都是实施都市计划的地区，它的管制会跟原来一致，就是说是用都市计划法来做管制。那有少部分它城乡23、城乡21、城乡22有可能还不在都市计划范围内，将来会陆续可能朝都市计划的方向去实施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基本上原都市计划实施的范围里面的权益是没有受影响的，这是第一点。那另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农业发展地区跟这个就是国土保育地区哈，这个的话大概是大家现在比较有争议的地方。那我先简单跟大家讲，就是说属于非都的原来的甲乙丙丁建筑用地是全部被保留下来，所以那个部分的合法建筑权益是没有受影响的。因为都发局长徐宗强进前担任过内政部都市审议的委员，因此对着国土计划法相当的了解。以台南市的部分，目前正进入第3阶段，完善中央国土管理署，还佮烦恼地方对中央的误解。因此，民代提出，伫个无甲民众说明清楚进前，希望国土管理法会用个暂缓来实行。对此，国土管理署嘛回应，会搁再甲民众来沟通，甚至加开说明会。国土计划暂缓上路，国土计划暂缓上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关苏丹红的食品安全事件引起民众惊吓，市府除了第一时间积极调查相关的产品甲代理商以外，19号嘛邀集食品业者共同签署宣言，除了要落实苏丹红自主的管理，也推出管理合格相关的标章，希望对源头、市场到产地，拢会当互市民安心消费。市长因为摕带头伫咧落实苏丹红自主管理的宣言顶面签名，宣示市府甲食品业者落实苏丹红自主管理的决心。大家一起共同来签署。面对苏丹红食安问题延烧，市府嘛陆续查到真侪无合格产品甲厂商，对着如何互民众食较安心，市府多管齐下，同时佮推出苏丹红自主管理合格标章，以及无提供无使用苏丹红调味品的标章，互市场、餐厅、食品业者自主管理，互民众采购消费时阵有一个参考依据。必须要给民众一个可以依循或是可以参考的一个名单。那所以说，我们特别跟各大工会以及各通路业者以及各源头进口商来密集的磋商，那能够在源头的管理的部分每一家进口的产品都必须提出安全检验的这个合格的这个文件，以及接受政府的检验。第二个在通路商的部分，因为在中游以及下游的这个业者的部分，因为已经上万家，在台南市有1万多家以上。所以说，我们就跟各大工会透过工会来做一个宣导，
邀请大家来做一个自主管理。对着这两个标章，市府嘛开放给餐厅业者市场自行登录使用。不过黄伟泰嘛讲，打了标章就要负责，若是打了，阁被查到有使用，将会受到处分。自主管理的标章贴上去之后，就要接受政府严格的这个检验，我们就会去抽检，然后这个中间如果合格，那就当然是实至名归；如果不合格，内部还有这个疏导部门，我们就会用严厉的行政的规章来去处理。面对苏丹红食安问题，市府卫生局嘛会加强稽查力量，若是有违反规定者，将依法处办。推出标章嘛是希望业者落实自主管理的工作，做伙守护市民的健康。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第20届台湾国际蓝展以及23届世界蓝展，今年首次以上展的模式伫台南举办，为期16天的2大盛会，总共突破35万人，现场蓝火销售竟高达2500万，嘛创下20档来新高。其中有位特伫成果发表会中，竟预告明年3月嘛将加入亚太蓝展，持续行销蓝火到全世界。台南经过20档的努力，今年成功争取到世界蓝展甲台湾国际蓝展同步举办，去62个国家参展，展期嘛延长到16天。根据统计，每一天拢吸引数万人前往欣赏，总参观人数突破到35万人。现场蓝火销售2500万，嘛创下历年来新高。对此，市府甲主办单位台湾蓝火产销发展协会、伫农业部农粮署以及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等单位指导协助，19号正式举办成果发表盛大热烈。今年的国际蓝展暨世界蓝展从2月24号开展，一连16个热门的展期，创下了很多的好成绩。我们这次的世界蓝展暨国际蓝展，所以我们的订单也超越了以往这3到5年的蝴蝶兰订单，已经超越了115亿的台币，这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观人数有比去年再增加了2.7万人，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许多国人以及外国的友人都纷纷惊艳，而且我们选择了在台湾灯会跟蓝展都是在同一个区块能够互相辉映，而且互相能够拉抬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应该是非常好的。那明年2025年，台南市也争取到了亚太蓝展的主办权。会中市长贾马所预告的好消息，也是3档举办一摆亚太蓝展，明年3月将甲台湾国际蓝展同款以上展的模式来登场，要持续行销台湾台南的蓝火到全世界。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让外界更加了解400年来台南所行过政治、族群甲土地变化，市府文化局特别制作一系列的影片，透过神秘广告的小解，就会当真清楚了解，也成为小学生的教学工具。在1624年的8月26日，荷兰撤出澎湖，前往大员。结果你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吗？1624年，当时的台湾发生什么历史事件？这是由台南市文化局替台南400所制作的系列动画，串联4个重要的主题，用生动趣味的方式描绘台南历史的丰富面貌。介绍为什么是1624年来做一个标记点，然后谈这块土地的变迁，谈上面的族群的一个变化。动画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个年龄层比较低的可能是这个国小或国中左右的这个市民朋友能够借此来认识了解台南400。为了让台南400系列动画有更多元的运用，咱大附小将动画用于教学，让历史具象化的呈现，加当这个动画。让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记忆。故事丰富有趣，因为这个课程的内容跟5年级的社会历史有关，所以呢，我们的社会老师会将这个影片在课堂上播放。这套动画简单呈现出台湾的历史，成为老师教学的素材和工具。未来文化局和教育局嘛会来合作，让各年龄层的学生
亲自了解台南400背后遗憾。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连接柳营甲东山的南北11线中溪桥，因为桥底高度无够，伫过去雨季一拄大雨就需要封桥，造成民众出入真无方便。经过中央甲地方合作2档的改建，已经顺利完工。18号嘛以办喜事的心情精彩通车。主要连接柳营甲东山的南北11线中溪桥，嘛是柳营科工区主要的通勤道路。毋过因为长度甲桥底高度不足，每到雨季时常因为河道薄重，造成交通中断。对此，干务局向水利署争取1亿2000多万的经费，加上市府主筹款总共1亿9500万进行改建。经过2档的时间，18号伫闹热的人西座顶，甲侪民代乡亲的见证，由市长亲自主持精彩通车仪式，场面相当热烈。请前彩，有请南方一线重新桥海线工程正式通车。桥是原先旧桥是民国70年代到现在也已经30-40年了哈。那高度不够高，然后又河川淤积，每下大雨的时候都会封桥。那现在非常感谢中央支持1.22亿元，总经费1.95亿元，能够让支持这个大桥能够改建。那将来现在已经改建好了，啊高层更高，然后那个桥墩更少，那行车更安全。改建以后，中溪桥长度甲桥底高亭拢加长加深，对来减少河道的阻碍，大大提升行车安全。而且还有好消息，桥梁两边的护花整治，中央嘛同意将半3000多万进场时间，预计5月就当完工。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会当品尝奥地利维也纳已经8年的咖啡品牌，安平有饭店业者特别独家引进，同时让大家伫赞楼馆的户外咖啡馆来享受。而且因伫3月30号嘛要举办咖啡讲座，分享如何啉一杯好咖啡，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高空咖啡馆就是饭店伫赞楼馆的户外，会当一面啉咖啡，可以当一面欣赏安平港水岸美景环境。主要是台南唯一的高空户外咖啡厅，今年因嘛独家甲奥地利维也纳8年的第一品牌小红帽咖啡合作，18号正式举办发表会，包括观光旅局长以及侪产学界贵宾拢特别到场见证。要分享优雅的空间，搭配好咖啡，成为一种个人的生活风格。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对咖啡敏感的人，然后有时候我喝起来胃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这咖啡我觉得刚才喝起来我觉得很温顺，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口感很滑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外面的不太一样。会觉得有美食，然后咖啡，然后配上美景，特别的心旷神怡。然后座位也是很舒服，就是有沙发区，然后整个都很有质感。民众去奥地利旅游啊，都会带他们的咖啡当做伴手礼，那我们就引进来，在台南安平雅乐轩酒店提供供应。口味一模一样之余呢，我们的地理环境也非常的优美，可以在这边享用很好的咖啡，看到很好的风景，视觉、味觉都是双重飨宴。随着啉咖啡的人口不断成长，商机无限，加上消费者对咖啡的风味甲品质愈来愈讲究，西饭店嘛将伫3月30号邀请拉花冠军的咖啡师甲选手培训专家施志伟教授来举办一场咖啡讲座，民众只要点一杯咖啡，就当免费参加。来享受冠军拉花咖啡的好滋味，买当啉出安心健康。透过这个品饮会来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品饮咖啡，什么是好的咖啡，什么是不好的咖啡。那咖啡的这个咖啡因含量的摄取多寡，都可以让这个消费者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品饮的方式。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
因为罕见疾病种类真多，各种照护需求差别嘛真大，需要结合无共层面的团队来服务，所以基于病院以专人关怀角度，依照个案提供相关的照护甲咨询服务的成果，嘛互因得到2023年国家生技医疗产业促进会所颁发的国家品质标准认证。基比病院自2013年成立医团咨询中心，甲成大病院同齐被国民健康署来认证，并且对2017年新接国民健康署罕见疾病照护服务的计划，依照罕见疾病整合式的咨询系统来分派。到目前总共服务2387案，借由跨科院全方位的照护服务，伫去年底还佫得到 SNQ 国家品质标准的认证。罕见疾病呢，其实它不是只有小儿科，它分布在各个很多的，包括像神经内科啦、妇产科啦，还有骨科等等，都有可能会碰到罕见疾病的病人。所以我们遗传中心呢，就会去连接这些临床的科部，也不只有医师，我们也会去连接像复健师啦、社工师，希望能够提供病人更好、更完整的服务。奇美医院的遗传暨罕见疾病中心啊，很高兴我们在去年底呢荣获 SNQ 的国家品质标章，那这个也就是对我们对罕见疾病照护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奇美医院的遗传咨询及罕见疾病中心呢，会提供罕见疾病的病人或者是遗传疾病的病人相关的遗传咨询啦、照护服务啦、生育关怀啦，还有家族会谈。那如果有一些需要更多的一些社会资源，我们也会去做一个很好的连结，提供病人更完整的一个照顾。基比病院透过罕见疾病照护服务团队，以着核心工作的小组为联络窗口，整合医疗、长照、加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资源，希望让罕见疾病病人甲家庭拢会用得到全方位的照护服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湾东香格里拉自助餐厅时常求新求变。这摆因得邀请马来西亚总铺师烹出因的好手艺，包括有肉骨茶、咖喱汤以及椰浆饭等真侪经典的菜色，要让消费者唔免出国，得当食到因上在地料理。远东 Cafe 自助餐厅的林营生师傅，因为受到亲人启发，自小对烹饪产生兴趣。在他17岁那年，选择加入海外青年技术学院，来到了台湾学习餐饮技能。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先从基层学徒做起。经历了1年多的磨练，林营生决定再次回到台湾就读大学部餐饮科，持续精进技能。为累积经验，他也积极参与了将近20场以上的国内外厨艺赛事，也取得许多亮眼佳绩。这次的马来西亚味觉之旅，他也亲手献出多道大马料理，就是希望能让台湾的消费者品尝到最道地的家乡味。椰浆饭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对，就是因为它就好像台湾的肉燥饭，我们都会几乎1个礼拜会吃好几次。那它的特色主要是里面会加了一些香料。香茅啊之类的，然后加椰浆再煮。沙爹鸡的部分是一样腌制，主要是以香茅跟姜的味道、黄姜的味道，然后腌过了之后再去用印度炉去烤，烤了之后再嗦香茅油，然后烤到表皮有点酥酥的就可以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肉骨茶差是在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然后马来西亚是加了药材类，然后跟蒜头，还有胡椒，所以比较有药材味，然后有比较补，比较养生。马来西亚味觉之旅自即日起至4月14，在台南远东香格里拉10楼自助餐厅登场。期间，不管是肉骨茶、沙爹、拉萨，或者是磨磨渣渣等大马必吃料理，在这一次就能享用到。
即日起到4月14号，在这个餐厅我们推出马来西亚味觉之旅，由我们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林师傅带来他的家乡必吃的经典的料理哦，包含肉骨茶，然后还有沙爹，然后还有椰浆饭。然后还有马来西亚必吃的么么喳喳等等哦，精彩的很多的料理，每天在这段期间我们都是轮番供应，欢迎大家把握时间来品尝最地道的马来西亚美食哦。为呈现缤纷的南洋风情，阿山师也精选了新鲜的食材，搭配马来西亚新香料，设计出一系列的大马美食菜单，为的就是希望能将儿时最熟悉、怀念的好滋味介绍给台湾的美食爱好者。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感谢收看3月19日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